乡亲啊，你有看过这段互真侪人心肝结规气的画面无？嘲笑台语讲高面鹰，目前全台湾剩无到500只。高面鹰母仔囝互流浪狗包围，鹰仔妈妈为了要保护4只鹰仔囝，展开食果威胁，双方对立几啊点钟，鹰仔这口罩才总算渡过危机。讲像这种流浪猫狗对野生小动物造成的威胁，在真侪所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像阳明山国家公园，野生小动物甲流浪猫狗的冲突，都造成真侪珍贵的物种伤亡。乡亲啊，对着镜头，咱继续来观察。要进来，要进来了，要进来！注意注意！关门，关门，快点关！关！赶快上来，伙伴抓到了！已经有密度很高的狗群了，野生动物完全不敢在这边活动。它会移动，不会说这边抓光了就没了，这个问题就没了，绝对不是这样。有新型澎湖面的鸟头鸟，属于濒危一级保育类野鸟，全台数量无超过500只。不过，这天野外自动翕相机翕到因伫收拄到危险。今年4月，国内研究者头一摆伫屏东清楚翕到鸟头鸟互流浪狗骚扰。影片当中，2只黑狗已经甲鸟头鸟自口罩5只围起来，佮甲头伸入去收内底。刚才狗仔无发动攻击，2只相对上真久，惊险的画面才结束。不过，流浪猫仔狗仔对野生动物带来威胁，唔那伫遮发生。阳明山一年四季的风貌拢真精彩。伫台湾是离都会区上近的国家公园，行来遮会当感受到伊的生命力。不过，伫阳明山国家公园，同款有野生动物和流浪狗仔的冲突问题。姜仔互狗仔肉，或者是猫仔，敢若是互野狗咬死。龙凤谷这一区已经有密度很高的狗群了。那野生动物完全不敢在这边活动。这一代的照相机，我们当时总共拍到3000多张流浪狗的照片。那野生动物的话，中大型的总共只拍到1张白鼻星。阳明山拥有丰富的生态物种以及为数众多的游荡动物，因此也衍生了游荡动物跟野生动物的冲突不断。尤其是在龙凤谷这区，地面上你很难再看到麝香猫、穿山甲等保育类动物的踪迹。4黑1黄，可以用长镜头看一下有没有剪耳跟它的性别。黄的右上，黑的没有剪耳。所以这样6只只有2只有剪，也证实说所有的中大型的哺乳动物，像是山羌啊、野兔啊，然后麝香猫啊等等的，其实只要狗的出现频度越高，它们在一个地区生活的几率就越低。我们透过相机捕捉法的一个方式，阳明山国家公园范围内，5组游荡犬只最小的族群数量有300多只。流浪猫仔狗的存在，除了影响野生动物生活空间，学者研究嘛增加传染病烧坏风险。那像是焦虫病、弓虫病、由犬瘟热，由狗传到野生动物身上，造成鼬獾族群的大量死亡。有找到吗？咱苏青的研究团队透过无线电追踪流浪狗仔身上的发报器，监控狗仔的活动资料。从你的右边搜看看。听到了，在这。
好，然后找到之后，我们就会换小台的资料接收器。是安怎明明是保育野生动物的国家公园，却变做流浪动物的天堂4个项目后面全部出现打勾，就表示资料已经接收完成。这个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这么多流浪动物其实来自民众放杀附近居民的饲，搁因为阳明山国家公园是开放空间，有人咧饲咧团的速度搁较紧。来到风光明媚的阳明山草堆里头，却突然出现了好几只狗。这些流浪狗许多都是价格高昂的大型名犬，景气差了，狗主人干脆把它们丢出家门，不养了。为了好奇养一养，然后最后呢不想养就丢出来，造成一些社会问题。其实阳明山的环境并不适合这些犬只的一个生存，普遍健康不佳，且有皮肤病，存活率只有16.7到23.9之间。它会快速的消失，可是同时也会快速的补充。原因就是民众的弃养，那以及它在野地自然的一个繁衍。已经有一个大族群在这边了，他们就会不断的生小狗，因为有人在喂食嘛，也会吸引邻近区域的狗也不断的往这边集中移过来，喂食会造成很严重的冲击。其实一个生态系这个掠食者的密度会远超过这个环境本来可以有的量。因为爱心想要来饲动物，竟然为生态环境带来冲突，甚至造成野生动物保育的困境。安怎面对流浪狗和野生动物的冲突？大家有缘咧想办法。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野生小动物甲流浪鸟狗的冲突是真歹处理的保育的难题。今仔日的阳明山顶，流浪狗的数目都高达500只，其中大部分拢是民众弃养或者是放养。嘛因为安尼，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甲台北市动保处、甲动保团体，都将对这个区域特别加强，落去掠流浪狗，甲因绑起来，互因袂当过来生团。也毋过，这款的管理方式敢有成效？啊，搁要安怎来减少掉流浪鸟狗的数量呢？咱继续来探讨。要进来，要进来了，要进来！注意注意！关门关门，快点关！关！赶快上来，把抓到了！已经有密度很高的狗群了，野生动物完全不敢在这边活动。它会移动，不会说这边抓光了就没了，这个问题就没了，绝对不是这样。阳明山流浪狗的族群真需要有效的退场机制，不过袂使抬狗的政策，即使全台湾收容所拢低，因应该何去何从？是不用抓那么多了，像台北市我们这就是精确捕捉，就是只有追车咬人的部分我们才捕捉，剩下的我们先做 TMV 啊，先控制数量。所以，我们收容的犬猫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老病残跟尖头霸王，我们需要经过训练，比较容易被人认养，所以这都需要时间。所以，变成我们收容所其实目前一直都是在满载的状况。台北市动保处为2014年开始做 TNVR， 也就是抓起来、验掉、注意风车、甲原地放回去。全台北市所抓到的流浪狗仔囝为1029只，一直减少2020年只剩175只，显示抓来验有效果。为了降低流浪狗伫野外无限生团的数量，目前各界会使接受的第一步就是 TNVR。109年我们就发现，其实我175只里面有81只是来自阳明山区的幼犬。109年有81只，到现在111年到7月份，我们只剩8只，所以这个效果是很快的。国家公园基于生态保育的一个原则，那当然是希望非原生的这个无主游荡犬只是希望能够全数移除的，受限于目前动保法的一个规范，那以及山区诱捕不易，再加上没有地方去做移植安置的一个场所。动保团体伫阳明山执行掠狗来掩的任务已经有7年，工作人员深刻体会到这个工作无简单。这个工采用小组对因为狗为离，用物件声狗开始。我们用手动遥控，好，关门哦，哈，正式弹簧。那我们2台监视器在看。有炸鸡啦，你不用紧张，还有炸鸡啦。
喂，嘿，那个虎斑在门口了。又进来了！注意！关门，快点关！好，走，快点，注意，快点！赶快上来，虎斑抓到了，快！这只狗哈，我跟你讲，大哥，最起码抓3个月，最起码3个月。部分会使掠到目标狗，也毋过大部分的时间要掠到狗，尤其是买请真巧的狗母，拢要过几啊个月，伫完成后刷落来工作呢。狗抓到之后呢，就是我们会安排医院绝育的时间，然后绝育手术完成了之后，再进行原放。现在先帮他扫晶片，确定他是无饲主也无晶片的，打狂犬病疫苗。接下来是帮他点除蚤药。先进国家如果一堆流浪狗在那边，一堆放养的在这边，不断的生，不断丢出来，你如何建立一个饲主责任制？唯有把流浪狗猫杀掉，让它到此为止。放养犬猫，因为里面3合1就有一个是宠灯嘛，它就被纳入饲主责任制。经过了这样的阶段，我们的社会才能进入全面适用饲主责任制。那这2只狗的话是前天在关渡抓到的，它们是已经结扎的母犬，对，那是艾妈委托我们，就是说把它们抓起来，然后艾妈要把它送养，就是狗不一定只有原放一个途径啊。感觉有人唔是好意的话，紧就随避起来。阳明山的流浪狗真歹成，原因是因长期生活伫野外，真有警戒心，甲饲的人相近。伊这狗足巧的，好做人的生意。伊你家己也一摆了后上少1个月才入来。虽然阳关处早伫2015年就明文规定园区内禁止饲狗，也不过依然无法阻止这款乱象。因为执法的卡手无够，要开单嘛真困难。有很多的呢，就是可能不配合，各个时段不同的人，然后丢了食物就走了。虽然我们已经牌子上面告诉说是在做捕捉绝育，可他们可能觉得说还是心中还有很多的疑问。一种是不想让你在这边喂，一种是不想让你让你把这些狗抓走。长期伫外口饲这流浪动物的人，俗称爱爸爱妈。这一部追踪原来到离阳明山无偌远的一个郊外，只有几10只无罪流浪狗世界里流传至今。啊，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啊？我在这里好了。看到记者一直飞，要70岁这个黄姐真熟练，这狗店一直看到伊。尾啊，一直行进前，心里爱妈黄姐，伊嘛有话要讲。在这边我差10年前，那个浪好多，小狗一窝的在路边都有，配生，没有人处理。母狗我就一直把它抓结扎，4、5年才有扎掉，它就渐渐就减少。我1个月的话，如果罐头饲料2、3万跑不掉。现在我已经渐渐可能要办退休这样。国家公园它本来就不应该喂流浪狗，可是你一开始就要很坚持、很注意，你不要弄到它变成几百只的时候才说不准喂。你又没本事抓它，又捕流浪狗，不管用什么手段，需要的就是它的信任。喂养人是很重要的角色，才会这个事半功倍啊。要解决问题，嘛是要找解决问题的当事人，加强宣导不要弃养，不要喂食。那第2个就是我们会加强巡查，减少喂食点，在思考就是说怎么样利用他们同温层的语言来去影响他们，看可不可以改变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一路行来，公家机关、甲学者、专家、甲在地人开始合作，野保团体甲动保人士为互相无谅解，到会使各退一步，做出共识，做伙合作。最大的问题在于耐心。政府常把外面的爱妈视为是问题制造者，一直到政府也开始做源头减量、做 TNR， 才发现他们应该是协力者。掠起来爆了后，在原地放2期的手段，并不是上好的做法，因为针对生态敏感的区域，
依说流浪狗行为，目的确是一个合作的开始，持续沟通是必要的代志。像小油坑、像梦幻湖，那这部分我们抓的犬只就是一致，我不会再回至到它生态敏感区域，尽量减低流浪犬只跟野生动物冲突的发生。虽然说 TNVR 大家已经很强力的在进行了，绝育率也不断的拉高了，仍然需要等待超过10年的时间，这个狗群才会完全消失。一定要有其他的出口，让这些狗有地方去。你光是靠自然的消亡，永远是来不及的。国家公园的变调危机已经火烧目白毛啊，人类面对甲动物共处成为关键。阳明山的动物生存健康严重社会大众，为因治疗满身的伤痕，找寻一个安心的栖身之所。